Three, two, one, action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蔡允晴，我今日朗讀兒歌。一隻螞蟻陳淑安，一隻小螞蟻不聽媽媽話，獨自出動迷了路，回不了家。兩隻螢火蟲帶着小燈籠，小燈前邊走，螞蟻後邊跟，經過小草地，走上小山丘，螞蟻回到家，看見後媽媽，感謝螢火蟲，大家快樂笑哈哈，多謝。